偶爾都會有學生甚至學生家長嚟問我點解要讀書，或者點解我要俾我嘅仔女讀書。恕我直言，讀書最大意義就係要令到你自己有更加多嘅選擇，或者有更加好嘅選擇。正如打機咁，你打機越高分，越攞得多嘅積分，你先至可以買到更好嘅裝備。對初中嘅同學仔嚟講，你讀好你嘅書，你先至可以喺中四嘅選科度可以揀到合適嘅科目，因為中四嘅選科係按照你喺級裏面嘅名次去作選擇，你級名次越高，你先至可以揀到你心水嘅科目。到高中啦，要面對 DSE 嘅課程，你更加需要讀好你嘅書，喺公開試裏面攞到最好嘅分數，你先至可以入到你想入嘅大學，甚至入到要想入嘅學系。新教育補習社喺暑期會開 Summer Course， 同埋亦都有新學年嘅課程。如果詳細想了解更加多嘅資料，可以聯絡我本人。